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2月26，加勒太书5章25到26节安尼讲：既然咱靠信心得活，咱就顺谈信心来生活。咱毋通追求虚荣，毋通彼此激气，互相怨妒。三甲来祈祷，爱愿靠信心来活，毋通追求虚荣，彼此激气怨妒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愿存着敬畏的心来到你的面前，要来尊重甲学习你的圣名。主啊！你是赐活命的主，是呼召阮行伫真理甲光明中的上帝。主啊！你的神引带阮属伫你的人，互阮无偏行家己的路，单单来仰望你，遵谈你的旨意来行。主啊，愿感谢你，因为你毋但赐予阮新的活命，也赐下信心踮伫阮的内面，引带阮每日的脚步。主啊，求你光照阮，互阮的生命不断更新改变。因为阮既然靠信心得活，就顺谈信心来生活。互阮无追求虚荣，无彼此激气，甲互相怨妒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